厉害，好棒啊！有一个姐姐会走过去帮你们盖好宝宝的，好，对组你就直接跟他答对的话就盖。那个答案的话，请对组自己斟酌。好，来，我们进行第二题哦。他说：“老师啊。”好，小朋友，会有姐姐走过去，那你们不用紧张，先坐下来，来，眼睛看第二题。请问 O 型与 A 型谁比较乐观？写在答案纸上，写在答案纸上。这一题比较简单哦，来。5、4、3、2、1，亮答案。好，我们公布答案 O 型。一样哦，我们再让姐姐走过去。来，我们放第三题。来，水晶老师不等你们哦，你们如果都没仔细听的话，就不等哦。请问，大臣为什么还能快乐生活，不怕被国王处死？来，时间倒数5秒，5、4、3、2、1，请停题。好，请亮答案。请亮答案。好，公布答案是因为凡事都有可能发生，到时再说。小分。好，那这个答案也有很多种，那请辅导员征求知道意思。好，我们再来下一题。来，这一题，请看哦，什么会影响我们的行为？请大家写，什么会影响我们的行为？来，倒数5秒。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请提醒。来，我们公布答案，念句写思想也可以，好不好？也可以。好，来，是我们姐姐。好，我们再来下一题哦。好，请问
请媒体来亮答案。亮答案，一起写亮答案。好，助教来帮忙一下哦。来公布答案，等一下公布答案。因为非洲的人大家都没鞋可穿。来下一题，请问
有小嘴巴就知道要仔细看安静哦，哦。仔细看，请各位小朋友坐下。第一个字连起来对了。好，倒数5秒钟，5、4、3、2、9、4、6，请你们的顺序不要写颠倒，请你们的顺序不要写颠倒。第一个是9，第二个是4，第三个是6，9、4、6。好，请停笔，请停笔。9、4、6，请停笔，请亮答案。这个答案请辅导员拿好了，请亮答案，辅导员拿着，请亮答案。停笔喽，辅导员拿。好，开始我们公布答案，9、4、6是什么呢？9是橘子。有橘子。4凤梨，6是榴莲。好，答对一个。第一个字连起来对是香甜8凤，鸡柳草竹子，香甜8凤。